伊的二兄，也就是高医的院长侯明峰来做副手。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侯明峰今仔日赶紧出面回应。伊讲现主时上届主要的工作是医治病人，也有驾册。咱这回来听侯明峰详细的讲法。首先我要说明的，谢谢媒体朋友以及外界，还有郭董事长对我们高医以及对我弟弟的肯定跟厚爱。那市长跟基金会、永宁基金会，他们是提供给乳癌的病人做免费的基因检测，那让我们的不少的病人是有受惠。那这个是永宁基金会因为有这个乳癌的研究，所以才跟郭董事长有结缘。那至于其他方面，坦白讲，我还是跟我弟弟都是一样，在当高雄医学院的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企业的院长，从去年开始1年到今年刚好满1年，那我还是有责任，要把这个院长的角色担任好。所以我目前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教学、研究跟服务。我想这个是我目前的工作，也是我目前的整体的这个把这个位置把它好好的做好。我想大概这样，那也谢谢媒体朋友，也有很多人好朋友的关心。那在这里我还是先谢谢大家，谢谢。未来都没有打算要做副手这一块没有，谢谢。郭总说他打算近期来找你碰面，他如果当面邀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他？他因为是我们在基金会有谈到乳癌这一块如果是在乳癌这一块，可能这是我的专长，那这个是我可以谈的。至于其他，我也不太了解相关的方面所以就是这样子，谢谢。所以郭董事长有跟您通过电话吗？有当面就是说在电话或是当面跟您聊过担任副手这件事？因为上一次的见面是在颁奖的典礼，那当时的也有很多人，所以也没有什么谈到什么，就是大家看到的画面。好，谢谢。请问是你曝光之后有跟弟弟那个侯市长有跟你通过电话，或者聊过这个事情？聊过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曝光。这个没什么好聊这个事情，他只是说，媒体会找你就这样子而已我们家也不谈政治的，谢谢。所以您近期都没有跟侯市长有会面吗？没有会面。从他担任市长、当选市长以后，我从未到他的台北市政府机构找他，什么都没有。从我们的过去，我们大兄弟的互动就是以家里的事情为最主要，从不谈政治。那上一次是医师公会的时候，台北医师公会跟我有互动，所以他有来莅临一下做指导，大概这样子而已，其他并没有，谢谢。所以这件事情曝光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回应跟回响？朋友大家的反应，或是太太她本人跟你是怎么聊这件事情？太太说她没有感觉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表示支持或者是其他的想法？本来我想大家在过去的媒体也看过，我弟弟本来出来选的时候，我们家人都是持反对的态度。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那我们国家的人基本上是你做什么位置就尽量把那个做好。好，谢谢。好。学科批或是他们能力超级好的，他们2、3位超级好的陈建仁副总统他是院士，那科比的话又是全世界 ECMO 的专家，那赖清德更不用讲，在这个台南做了很多的民主的贡献。我想每一位的这些我们的医师的相关的话，都非常非常的杰出。那我觉得很多人不只有在台面上这一些，其实像我们的高雄医学大学，以及我们的附设综合医院及我们的体系的医院，我们有很多都比我还优秀的人才，
优秀的教授啊，比如说我们的周一之校长，他是全世界小儿神经科的一个专家中的专家。那像我们的杨瑞成教授，他也是我们现在的副院长，他是东京大学的医学博士，他也是小儿神经的专家。所以在我们高一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西型肝炎在凤县像整个原住民的乡以及我们主官乡西型的肝炎，在我们现在的副校长余明龙副校长等人的领导之下，也都在地方把这个西肝灭掉，而且这些都受到我们整个政府的一个奖项。所以我们还是秉持高雄医学大学过去给我们的一些教育，就是服务乡子，深入偏乡。我想我们大概都是有这样的精神，在哪里去做服务。像我们最近在南里、台东的大武，那我们过去传统20几年来，在那马夏、原住民、桃园乡、茂林这个地方，高一都已经投入了20几年的服务，甚至我们有的医师，他的台风天、下雨天，人家是山上往下跑，他是山下往山上去跑。像我们一个欧灿城的医师，他20几年，礼拜六、礼拜天几乎都在山上。那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的余明龙副校长更不用说，过年的时候，人家是回家团聚，他是回山上跟原乡的这一些朋友团聚，因为我们都认为，在最需要的时候，就是我们高一的精神要出现在那个地方，包括像南里、大武，我们现在高一在做一些资源专科的资源，我们只要有名额出来，大家是秒杀抢着去。像大武，我们派了14个医师去，其中有4个是教授，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去。那甚至我们也把学生带到这些场域，让他们知道，当医师你不止在都市里面去服务，在偏乡也有你的角色。那大家在下个月再看一下我们的医疗的奉献奖，在截至目前为止，我们高一毕业或者高一在职的医疗的奉献奖，高一是最多的。我相信这个也应该要受到大家来给我们这个团体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也非常再次的谢谢郭董事长以及外界对我们高一的肯定。那我们高一这1年来里面，在整个团队，在我们的董事长、董事会、校长以及医院，还有各体系的医院，大家努力一下，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从各方面的媒体报道看到我们的努力，我们大家愿意奉献给台湾这一块土地，好好照顾民众的健康。谢谢。谢谢院长的分享。那最后是不是可以很肯定的跟我们说，所以这个郭董那边从来都没有跟您打过电话，也没有跟您聊到这个副手一事？郭董本身是没有，那因为我们有研究计划，所以他负责研究的计划有跟我们在讨论是相关的研究计划这一块，我想大概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报告是这样子。院长，不好意思，因为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您跟那个地体市长就特别就是秉持着说，其实真打位上把那事情做好，会不会担心外界在指责说，像那个韩市长他现在跑去选总统这个事情？我们这个坦白讲，我不晓得其他人是怎么样也不是有什么好隐私的我们当医师的基本原则，看什么病就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一定要跟病人的坦白讲。那这个也许不是说韩市长的问题，其实韩市长上任以后，他对我们高医也相当的厚爱，有一些相关国际医疗，他也都有邀请我们来参加，希望把国际医疗这一块做好我想我们看到的是这样，那至于其他我就不懂了。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为消息传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尧去做郭台铭讲要换韩国瑜的代志，一个传讲郭台铭若是要参选总统，有3个剧本，感谢想影。继续要来听英灵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心如上新的讲法。关于这个郭董的表姐张淑芬，真的有去劝退他，希望他不要选吗？
这一部分我们真的不清楚哦。那其实有关于这个坊间有很多的传言跟流言，然后也有很多剧本，我们真的听了非常非常多了。然后这么多的剧本情况之下，我们真的也无从判断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啦。但是传这些传言的人也还蛮厉害的，就是没有在现场，为什么都可以传得出来，不好像自己亲身经历一样。但目前为止，我们这里是真的没有听说有这件事情。那关于这个独立参选等换瑜或是操作弃保，这个所谓3个剧本啊，就郭自己帮这个郭董规划了3个剧本，就是独立参选、换瑜或者是职工党魁。没有这回事哦。其实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再强调一下，其实由始至终哦。就是如果我们要参选，其实郭台铭先生的这个情况他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要参选的话，一定是独立参选哦。那对于换瑜这件事情，他一直强调说这是国民党他们自己要去伤脑筋要去解决的事情，并不是他所能智慧的。可是郭董在初选期间，他就一直说想要改变国民党，所以选党主席会是他的选项之一。我们其实都没有听到有这样子的规划耶。韩国瑜昨天在讲话的时候讲到说，存款就算有3亿也不能来摆平政治，因为重要的是人民的选票。这边怎么看？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说，对中华民国好，对台湾好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方向。那韩先生他怎么想，这是他的事情，可能也请记者朋友去问他。那独立参选是代表无党籍吗？独立参选是无党籍，应该是要这样子讲哦。郭台铭先生如果要参选的话，他一定是独立参选，他不会受到任何政党的游说，那甚至于是说他的参选跟国台办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因为之前这个郭董他在接下荣誉党员证的时候啊，那时候有提到说参加党内的初选，就是接受这个国民党的游戏规则。那现在有人质疑说，郭董如果现在决定要独立参选，或者是要参选总统的话，是不是会有诚信上的问题？好，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郭先生一直强调的是说，要为国家好，为人民好，这件事情是他一直念之在之的。所以大家也说他是中华民国最强外挂，也是最好的中华民国派。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相信人民会做出他们最好最正确的选择。有传出说吴主席派了密使到中国去哦，还说过现在可能会有换瑜这样的剧本出现啊。那觉得这样子的消息出来，因为连王院长都说他好像有听说过，觉得现在这样的消息出来，是不是说有想要拖延郭董宣布或者是他参加2020的时间？我们强调就是说这个。要不要换瑜这件事情，的确是国民党他们必须要去伤脑筋的事情啦。郭台铭先生的态度从一开始都说，他对于这件事情绝对没有任何的期待。那如果说国民党那边有任何的变化的话，其实郭台铭先生也不会回到国民党去代表国民党参选，因为他一直强调，如果他要选，他就是独立参选。现在找副手的这个问题越来越热啊，是不是现在郭董现在只要把副手找到，就开始准备要参选？有跟侯明峰这边联络了吗？昨天郭台铭先生也特别强调说，其实很谢谢媒体朋友的推荐哦。侯明峰院长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也有南台湾第一刀的美誉。那他也说，其实媒体朋友报道之后，这件事情恐怕也就见光死了。那的确，我们刚刚也听到这个侯明峰先生的回应，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也很可惜。然后也尊重这个侯明峰院长他的想法跟看法。但是呢，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合作，未来可能还有机会再相逢的。所以找到副手之后就会来宣布参选，这现在是目前的决定。我们很了解这个时间上的急迫性哦。那的确，如果我们要参选的话，9月17号的确是一个 deadline，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所以目前呢，如果说有往参选的方向规划的话，这也的确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差不多才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一人骑重型奥多摆载捕，结果规台车抓袂牢，弄到中央隔壁岛，2个人拢不幸无命。这件代志发生在昨中昼12点钟，一个57岁姓林的查甫人骑奥多摆载因某，因为这只奥多摆是红牌重型奥多摆，伫咧经过台16线南投直接往水里方向的时，雄雄因为弄到中央隔壁岛，弄一个真正力，规台重型奥多摆线抓袂牢，弄位头前上100公尺的所在。停落来，2个人当场就那无喘气，热心的民众也有消防人员赶紧来斗相共救人，也毋过将其尾也是救袂倒转来。
社会事要带大家关心，这是中秋节要到啊！彰化出名卖两人所的店，为旧历7月起开始有真侪人来遮排队。愈晚中秋，人愈来愈侪，人是吵。所有一寡无守规矩的情形，来看到规定人拢沿着车路伫咧排队洗骨肉人，规个顶仔骹一个有车路，一个有公车站牌啊，拢全人嘛去挡到这个公车挖靠站的所在。你咧关心这件代志进前，所以要来关心，这是人咧讲一好甲一歹。花莲火车头新站去年开始启用，嘛特别强调这是环保的设计，注重生态平衡，也有节能这个观念。因为内底大部分拢是开放的空间，无特别开冷气，嘛引起了一寡人伫咧算。日头真大，直接照入去花莲火车头内底，真侪人拢热甲强要挡袂了，徛伫咧唯一的一台冷气头前吹冷气。很热啊，很热。你们看我在这里吹冷气，刚好有冷气，吹一下。冷气敢若一台，佮放伫开放的大厅内底，降温的效果无讲真好。花莲火车头去年顶启用，甲车头改做热建筑，大部分拢是通光通风的设计，所以无法度像普通的车头共款安冷气。毋过热天气温真悬，无安冷气，互一部分的民众拢感觉足热。会热啊，但是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在于遮蔽物有点少。我觉得如果再热一点，可能因为玻璃太多了，可能会采光好，可是阳光可能会进来吧。如果这真的是夏天的话，人多的话，或许一般人是没办法接受的。不过对环保的建筑的设计，嘛有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感觉通风的设计会当感受到自然风真环保。可能我们因为在花莲这种天气习惯了吧，习惯。进来这里还觉得有点玩意酸了。要环保就要这样啊，不然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不很奇怪嘛。代替讲，因为是热建筑，所以无法度安冷气。行热的民众敢若会当家己准备开始甲设计电风，避免去热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宜兰火车头外口纪美公园，有人讲无守规矩的情形，道民众翕到有时带带囡仔乌白爬上爬落，徛伫咧顶面。因为这个装置艺术拢是玻璃纤维做的，一个无材料刷顶动，若无细腻，嘛有可能会歹去。画面互人抛上网络了后，引起到网友伫咧骂，讲时代真无公德心，也嘛歹鬼带头，较歹囡仔大细。有大人还抱小孩子上去让他爬。一个查某囡仔互伊老爸抱着，脚搁伸出来，甲这个一米的翁仔交掉咧。另外一边，共款有囡仔人踏伫这个翁仔顶悬，爬顶爬下，好好的艺术品，一时啊就变做钓囡仔的所在。真含的画面，佫毋若是安尼，敢若看到这个囡仔人，就扭伫咧顶悬，就连因老爸嘛爬起咧耍。要换大人上去。家长带着囡仔，甲公共艺术空间当做咧佚佗的所在，民众看了实在是笑袂出来，一直讲实在是伤害。这样应该小孩子要教育啦。我觉得这样非常不恰当啊，是给一个社会做一个比较不好的示范。这是宜兰火车站头前的一米公园，县政府开了400多万来制作20多座的翁仔雕像，人气是真悬，但是嘛一直传出乱象。有看到民众把这个画面铺上面册，网友拢讲这不是咧蹦体动的，嘛讲囡仔唔捌代志就准拄煞，大人哪会使安尼乌白来？玻璃纤维久了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裂痕。公路处表示，雕像属于玻璃纤维材质，若是伤重会容易来破损。一年的补漆费差不多要10几万，也佫有可能会有危险。但是当地差不多的代志一直咧发生，进前嘛有人将这个翁仔的手也是头来扭甲闭开，佫有真侪游客坐伫顶悬来翕相。虽然已经来加监视器。工作人员嘛会来考劝，也是希望民众会当较自爱咧，莫因为一时的贪耍做囡仔的歹模样。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要来关心，最近有一款果子伫咧卖甲真像是看起来亲像是榴莲同款，人叫做是木比果。相关的研究嘛讲，这款的木比果，嘛人讲是木皮果，是叫红素的他妈岛76倍。即马伫南部一寡观光所在，拢有摊贩伫咧卖，讲会当治疗大眼睛，食落到地较袂过敏。不如果健康食品毋是药啊，卫生单位嘛讲可能会违法，上届当会罚业者200万，提醒民众若要买，一定要看好清认。回纹症啊，干眼症在吃有效，3万千等因为。单位叫火化卖，甲家己的食品放甲那仙丹咧，便若是甲这个目睭有地带的病症，
甲食落去3分钟就见效，甚至佫会当改善过敏的体质。食到海产过敏的机会高，你甲泡面包很食的很味道。伫咧南部的观光区，最近出现这种叫做木比果制成的这个健康食品，伫市场真受到欢迎。不过这干那是保健尔，哪会放大甲讲有医疗效果咧？你若有腰酸痛风，现咧痛甲袂停，你甲食无良就一点钟后就会停。这个产品咱斟酌来甲看，差不多拢看袂到维生素认证的小绿人的标章，而且若依法来讲，这个健康食品保健的功效敢若有13项，包含调节血油的功能、免疫系统的功能、胃肠功能的改善、骨质保健的功能、喙齿保健，一直到这个袂囤咱体内的二能油。若是伫产品的本身广告顶悬，若是讲有口头上甲一只沙某甲放甲水牛大，安尼就是算违法。你是口头的宣称，或是文字的一个宣称，不能夸大疗效，而且它是只有保健的功能。甲看这个木比果，规粒拢是刺，伊的外形有成菠萝蜜，搁较成榴莲。其实伊是咱台湾的原生种，伊含有真丰富的胶红素、甲这个人参素，搁有维生素 E、脂肪酸这的元素。伫咧最近几年，真受到养生市场的注重。虽然讲研究显示伊有真悬的营养价值，甲称做健康食品，不过消费者千万唔通去用这款汉大的手法来骗去。世间敢真正有迄落青梅食落讲去，摆骹食落行去的产品，要是爱较注意家己的健康才对。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下礼拜就是中秋，中华出名卖卵磷酥的店为旧历7月起开始有真侪人来遮排队。愈晚中秋生意愈好，嘛有一寡无守规矩的情形，因为规定人沿着车路里排队洗骨肉链，规个顶仔骹车路，抑搁有公车站牌啊，拢全人嘛去挡到高车站牌啊，公车若是要挖靠站真无便利。另外嘛有真侪人想要公车，共款感觉真无方便，引起大家伫咧算。出名的卵磷酥店，伫咧凉亭仔骹人排足长的。不过伊店门口拄好就是这个公车的车牌啊，这个为煞去来排队买物件的人甲占去。公车若要入站，这个画面看到实在真危险。要坐公车的民众因照顺序来上车，不过这个路就是这么细条，要都爱含来遮买物件的人安尼相下客，民众是安尼规巴倒火。公车所在有像安尼都被对吧？有一点危险，哎呀，对啊，大家要注意一下。甲看来买卵磷酥的人，因乌多摆安尼凊彩停，警察若发现讲违规，就紧来甲开单。是讲伫咧这个附近的店家，因做生意嘛无简单，这个人潮阁是钱潮，安尼到底有影响无？看这个店家的表情，就说明一切咯。多少了？但是对生意也是有帮助。伫中秋路挂过来我都。逐年若到中秋，这间卵磷酥店都会搁再来上演一摆这款买饼的乱象。也若今年的人潮敢特别多，对中华中山路的这个天桥下边的造化线，规路一直排到永安街遐去。虽然讲伫下晡的2点半才开始开门，不过透早还未到10点，就已经排我买500人咯。排的队伍真长，有200公尺遐长。安尼来造成交通的乱象，警方嘛有派人来加强管理，要来维持顺序。警方协调店家以发放号码牌的方式减少这个排队的一个人潮。至少你不用在那边晒太阳，对，然后也比较安全点。就惊讲会去造成这个大乱，店家时间一个到，就赶紧转因发号码牌啊，通互这排队的人潮通先消散一下。等开门了后，再搁摕牌来处罚就会使哩。不过到下晡的时阵，过来灯会现场，这个现场是又搁安尼如苍苍，造成我们附近邻居不方便啊。就算讲这个店家已经改变较早的做法，伫咧开门进前，佫先来疏解这个交通。不过伫咧下晡营业了后，现场就又搁失去控制。这款排队的乱象，恐惊就爱煞咧到中秋以后咯。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规人吵，继续要来看到高雄市环保局大规模招考清洁队员，这2项考笔试也有术考，今年拢总12000多人来报名，按算录取率差不多是5.6%，按算要录取193个人，若备取是476个人，这届有59个超过60个人来考，另外还有193个研究所出业的学生，另外还有一个更较显目是美国出名大学研究所出业的。
考生脚步大好在，目睭看头前，听到饼声就随冲出去，饼是要做甲上完美。原来是高雄市环保局咧招考清洁队员。那我就是市政府就是环保局，刚刚是环保局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年轻人来考这一次的那个清洁队的招考。那他的薪资可能跟环保清洁队有落差，那我希望他跳到更好的清洁队员这边。这是环保局9年来头一届规模这么大的对外招考，为8月31开始考2天，有笔试甲术考的测验。考生内底60岁以上的有59个，有研究所学历的有193个，其中还有摕到美国有名学校的学历的考生，拢总有12000多个人去考。预计录取的人数193个人，被取476个人，录取率仅5.6%。第一梯次193的，我们大概在11月就会来禁用。那之后呢，我们会来依照我们的需要，再来做递补上去。就算甲加分的机制提掉，录取率嘛共款增加，不过要4万块的薪水，也是请真侪人去拼看卖。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真侪人爱食这款的物件，这个台语叫做日月ham。唔知讲因伫咧水底到底安怎刷叮当？网络有一段日月ham伫咧刷叮当的画面，写一寡网友看甲嘴也开，讲看起来那亲像是假喙齿伫咧叮当。因拄到危险的时，会甲壳开，搁再合起来，利用水串流反作用力来受叮当，安尼就会当脱过危险。两个壳合咧，日月ham伫水底走甲足紧的画面，一个公开，请真侪网友点来看。日月ham收水引起讨论，有人头一届看到，感觉真神奇；，阁有人讲袂输看到假喙齿咧收水共款。真侪人拢有食过日月ham，毋过煞无看过因收水。日月ham是软体动物，孔雀蛤、蛤蟆、拉，亲像这种有两底壳的软体动物，拢会利用共款的方式伫水底走。透过开合的挤压，造成水流和压力的变动，就可以带动它反作用力和这样子就可以快速的游泳。它是短时间，游泳速度很快。普通伫有生命危险的时阵，就像安尼赶紧选。不过，若是要食物件，或者是要生炭，就会变作用白。第二种方式其实是把它的腹足露出来，就是我们吃到的地方。它可以透过在底部这样直接慢慢爬行。一段影片，互咱看到神奇的海底生物。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罕伫看，来看到在地事康康，这是屏东的当讲是规台湾泰国溪产量上界济所在，市占率超过8成。潮州今年头一届办赛量溪比赛，因为风台延迁到新历9月初1，招鼓了10组的人做过来报名参加，头3名会当摕到1000到3000块的奖金。另外现场嘛会当看到大只量溪，主办单位特别传泰国溪，要互大家来食看卖。临时搭起来，水池仔内底有真侪泰国虾，但尾拢足大尾的。原来这是今年头一届办的赛新虾比赛。哦，又过来一只乌鸡的啊！潮州的赛新虾比赛本来8月24就要伫潮州运动公园办啊，不过因为风台的关系，拖到9月初1。这届比赛有16队的人来报名参加，前3名唔但当摕到奖金，佫会当互家己饲的虾仔出名。哦，248公克，248公克。比赛现场唔但有超级大尾的虾仔，主办单位嘛准备300斤的泰国虾，用4种料理的方式，互民众食好够开。啊，北部就是用心嘛，用心来饲啊，饲土、饲水啊，虾仔自然就会大只。明年以后我们会扩大来举行希望能透过我们潮州养殖那个泰国虾来行销我们全台湾，行销我们全国。潮州镇公所希望透过赛新虾比赛，会让增加大家交流。另外嘛，希望让全国的民众拢知影，屏东的泰国虾上好食。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今日早起时8点已经发展做今年第13号风台叫00，刷来伊会行往北北西转北边的方向刷叮当，可能会挖咱台湾的东部海面。气象局按算初3暗一直到初5，会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提醒讨海人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嘉义溪口的烟墩场发生禽流感，主人主动通报了后，防疫人员已经来到现场来采集样本登记化验，确定画着了后，开始全面封杀、全面来消毒。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林玉婷来带来了解。玉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工作人员穿着防护衣，从笼子缓缓地把鹌鹑拿起来放到袋子中进行扑杀作业，接着朝着成堆的袋子喷洒消毒水。这么小心翼翼，是因为嘉义溪口有4组通报疑似禽流感，派员采样后证实感染高病原禽流感，总共已经扑杀46000多只鹌鹑，目前完成全场消毒，会依法将尸体焚化。这是嘉义县首例感染禽流感的鹌鹑场，出现的症状是流鼻水、站不稳。根据统计，今年确诊案例中，这将会是扑杀只数最多的养殖场。好的，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讯息。多谢玉婷，才能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共款是现主时上新的现场消息。这是乒乓的选手曾智恩在人面前，雄雄宣布讲伊要退出去国家队，就是无要搁再参加国际比赛。明年东京奥运伊嘛不爱比，体育署即马出面来说明，要带大家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有，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份新闻稿哦，我们就先给各位参考这个新闻稿。另外，要来关心立法院新会期报道，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早起时，美国民党也有民进党拢跳票，针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拼经济口号，伊嘛经体讲是空嘴报之。现场上新的情形，咱就连线记者吴品玲来带咱了解。品玲。好的，观众带您关心到立法院的最新情况。今天是立法院新会期的第一天，今天上午呢，立法院也办理了立委的报道日。不过，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却是怒气冲冲，因为他认为民进党虽然在这个会期呢，打算要优先来处理中共代理人法，不过呢，这个动作确实太慢。因为时代力量曾经就在7、8月休会期间提出，希望可以召开临时会来优先处理中共代理人法，但是呢，民党却是置之不理，要等到新会期开始呢，才要来开始处理，因此他认为这个动作实在太慢。带你听一下稍后访问。那如果要拖延到正式的会期才要审议的话，我们要提醒的事情是，当初2大政党在2016年国会选举的时候所开出的法案，非常多目前处于跳票的状态。最后一个会期，我希望不要进入所谓的选举会期、放假会期。另外，黄国昌除了对民进党开炮，谈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他同样很有意见。演讲当中，他谈到经济的这个主题，时间竟然不到10分钟，而且内容空洞贫乏到让我非常的难以想象。这不太像是我们一般台湾社会对郭台铭先生的认识。甚至昨天谈政治，不管是他所讲的国安危机、宪政危机、转型危机等等。昨天以拼经济为主题的演讲，竟然还是用拼政治，充满了很多政治的口号。黄国昌认为，郭台铭必须把拼经济还有国安危机的处理方法给讲清楚，才能避免只是沦为拼政治的口号。以上就是最新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赶紧来听体育署上新的讲法。雅典奥运2004年开始，参加了世界的奥运会，那当然最接近奖牌的一次就是2012年跟奥丘洛夫打的那一场，非常可惜被逆转，我想大家都还记忆犹新。所以也就是说，庄智渊呢，他从这个高三开始进入大学以后，其实他代表国家参加这个国际赛事，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他这个不仅是个人在练球，为成功找方法，他也在他的住家找了一块地，盖了一个智渊桌球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郭台铭董事长当年也协助他把他的馆能够盖起来，那后续持续的跟他一起共同在
培养我们后续的一些选手哈。那智渊桌球馆其实它也确实培养了我们很多我们后进桌球的一些后进的一些好手也都在国内国际上开始崭露头角哈。所以对于庄智渊本人来讲我们体育署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而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全力慰留庄智渊留在我们东京奥运的培训队，一起来努力的去完成他在奥运要夺牌的一个梦想那当然在这个主训的过程当中庄智渊他可能碰到了一些个人一些瓶颈，有伤还是怎么样，或者跟教练团之间的沟通有一些不太顺畅的地方，那这些部分体育署都会跟国家训练中心共同去了解这个背后的事件的始末，然后来强化我们这个桌球代表队的夺牌的战力，避免让类似这样的事情重复再发生。好的，现场媒体是否有疑问，请说。好，咱即马听到就是体育署上新的回应，希望讲会当甲曾智渊留伫咧中华队。搁再来关心澳大利亚有一个电影特技的演员，利用跑酷的技术为两边的壁吐起咧骨溜溜的大理石壁面，互网友学了袂输，敢若是超级马里奥共款。空手挑战爬起咧真光骨的壁顶的。Yes, boy！ 澳大利亚跑酷歌手杰西透纳伫两面壁中央哪跳哪爬，总算成功爬起咧真光骨的壁顶的。其实进前透纳有试过几啊届，毋过拢失败。头起新透纳的朋友嘛拢感觉无可能会成功，透纳试几落届嘛拢失败，想袂到透纳敢若找到美角，差一点就成功爬起哩。就算失败嘛拢唔放弃，透纳一直挑战，尾总算互伊爬起哩。其实透纳是澳大利亚演员，捌参加过电影《自杀突击队》甲《金刚狼》的表演。伊跑酷的影片嘛，互人看到伊的骹手有够流利的。这届伊成功完成这么困难的挑战，红叫做真人版的 Super Mario。伊嘛要甲大家讲 Never give up， 坚持就会当成功。Yes, boy！ 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人工智慧科技嘛会当含信用相夹。日本京都400多年历史的古早庙高大寺，都有一尊开1亿日本票做的机器人观世音菩萨，会晓念经，嘛会晓传道，有金刚不坏之身，会当讲是法力高深的 AI 法师。私は観音の名前で知られる観自在菩薩。时代的进步，即马连庙寺嘛会晓运用观科技来制作机器人的观世音。敏达对这个现象豆豆来开始佛法，伫咧人口高龄化甲生育率增加日本社会，来担任夫妻佛法的天命。あらゆる仏様が作られてきたけど、形姿を求めるものに応じて変わってきたいろんなものが作られてきたんだけども、それは立像立った姿とか座った姿、形だけだったんですね。今回ね、これを喋れる仏像、目を見て話せる仏像、人々が聞いたことに答える仏像、こういうものを作り上げたい。来看机器人敏达的面、肩胛甲这个手骨，拢是用透清的树领甲包着。伊的头甲分丝嘛是拢家己会当洗叮当，后头壳甲有镂空，安尼看到有几分啊像这个安尼世外性格演的这个魔鬼终结者。敏达是高大寺甲大阪大学合作，开卖1亿的日票，差不多是大票2950万打造的机器人。今までの観音。We have succeeded in creating a robotic statue that can convey messages to people interactively. 敏达身悬我要有2公尺悬，唔但会晓双手学习来上经，用日文来讲道，信众若是手甲搭一个。伊连英语嘛会通，互人感觉到观音菩萨32应身，随处显化佛法无边。もうちょっと怖い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ので、こう来てみると割となんか綺麗な顔されてるなと思いましたし。这个机器人的法师，伊唔免经过生老病死，
还佫会进化禅悟真正，精中智慧普度众生。是讲，即马日本的少年人，因敢有愿意行入去这个庙寺，来接受机器人讲经，文在青天，水在凡，甲佛教来结缘，这就还佫爱后世记录。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看到，唔要去国家剧院，日咱台视频道地当欣赏到国宝杨丽花四出歌戏舞台剧。是乾隆，满清皇朝最有权势的男人。她是魏璎珞，紫禁城里最卑微的宫女。一国之君为何会爱上卑微宫女？皇上这样不合规矩，朕怎么做都合规矩。魏璎珞又如何将乾隆耍得团团转？嫔妾就是这样的性子，这一生都改不了了。9月1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苏生一冠名播出。8。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给大家小解这里，这就是糒。糒就是用文仔火甲定的油变做水性，像咱常常讲糒油。另外，这个糒嘛有臭蛋乌白讲的意思，像讲我听你咧乌白糒。另外一个音是读做炸，这个意思就是用火药互物件崩溃，像咱常常看到炸药、炸弹。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炸，像咱讲油炸粿，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糒油，也就是白油，一般咱常常看到就是糒猪油。第二个词油炸粿，真侪人爱食，就是甲强力粉的米粉掺发粉、盐，搅搅的摕去煎。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因老母真无闲，透早就真够早，就起来糒猪油，刷落来，搁再为着囡仔做油炸粿，老母实在真伟大。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糒，另外一个音读做炸，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看到歌戏国宝杨丽花，予大家等16档，真无简单，等到伊上新的作品，新戏忠孝节义，新历9月24日，咱台视8点档播出。上场进前，伫咧新历的9月初10，观众会当先欣赏到过去杨丽花主演过歌戏的舞台剧。无论是伫个舞台剧内底来演这个真威猛的三国名将吕布。也是演这个文弱书生梁山泊，杨丽花水气的装扮甲出奇的演技，拢互观众印象足深的。较早若是无看到无要紧，杨丽花过去主演的4出舞台剧，即马阁要阁搬上电视咯，通互戏迷来重温当年的好戏，包含1991年的吕布甲貂蝉。1995年的双枪陆文良，2000年的梁山泊甲祝英台，还有2007年的丹心救主，这每一档拢真正轰动。杨丽花已经26年，要阁转来电视的荧幕，伫咧9月24杀出新戏《忠孝节义》，伫台视来演出。9月初10会提早伫咧台视暗时8点档杀出杨丽花歌戏。舞台剧公演特别加映版，介意杨丽花的戏迷，就有眼福通好好来享受一下。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来食手路菜。下礼拜就是中秋，真侪人烧酒买烘肉。伫台北市东区就有一间烘肉店，头家讲开银角仔就会当食到。他是乾隆，满清皇朝最有权势的男人。她是魏璎珞，紫禁城里最卑微的宫女。一国之君为何会爱上卑微宫女？皇上这样不合规矩，朕怎么做都合规矩。魏璎珞又如何将乾隆耍得团团转？嫔妾就是这样的性子，这一生都改不了了。9月1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苏生一冠名播出。
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中秋真侪人烧酒来烘肉，台北东区就有一间烘肉店，头家讲开银角啊，就会当食得到。天要落暗嘛，家顶嘛拢倒起来啊。台北市东区这间签肉烧店，以各种的食材伫咧火炭火顶悬烘甲滋滋叫，肉烘出来香味是安尼香香香，好食甲互人头毛强要串串起来。吃这个东西还爆香，相当不错。你很常来吗？算蛮常来的，每个月都会来个1-2次。头家偌威风，大家拢叫伊是威力，伊对食材品质真坚持。亲像店内的招牌，他妈豆三层肉，就是选用混啉的饲料猪，伊的成本有较悬，是店内逐工限量的人气招牌菜。若讲究食材，料理的过程嘛无凊彩，先过钱才搁烘，这就是威力的签烧。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们为什么下班就会来吃一样，对吧？就是还不错啦。对，然后配上啤酒，就会觉得很配啊。还蛮常来的，大概就是平常下班这个月就来了7次左右吧。甲店内的人客拢真用心来甲招待，用的是威力心肝院的真感情，嘛因为有这份人情味，互这个签烧店更较温暖，互你感觉食卡食饱搁大心。可是来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们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也当是好朋友一样。个性开朗热情的威力，其实踏入这个签烧这行，有伊背后的故事。急诊人员获报国道火烧车意外，迅速赶抵意外现场，只看到游览。在2016年7月，威力伊服务的公司发生重大的意外，公司车顶的大陆客团不幸拢全数遭压。威力一个真好的同事，就是拄好带团的导游，嘛不幸死伫这边的火压。发生那个事情之后，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是单亲，然后我觉得。我这么年轻，我出来去外面闯很好，可是我希望我多一点时间能够陪伴我的家人。外带的吗？对，外带的。威力的阿兄偌威胁，其实是一个工程师。不过伊伫下班了后，过主动来店的斗3工，就惊讲因小弟安尼胖顿袂过来。这边基本上就是包括我妈，就是都负责切菜，那我就是在这边帮忙油炸跟其他一些内场的工作这样子。那对啊，那我弟弟就是想办法想一些新菜色、新活动，那想办法招揽更多的客人这样子。对啊，我们全家总动员。想要给家人、给自己一个感觉，就是你每天可以回家，可以回家的这个感觉。因为开这个烘肉的签烧店，嘛甲规家伙的感情甲看板做伙，就算讲逐工透早就出门，舞到半暝3更才转来。不过厝的总是温暖佮大心咧等待，伊嘛甲这份心、这份情甲放伫咧店内，互大家人客拢感觉到亲像转来甲家己的厝同款。来，不好意思，久等喽。来，那餐点都到喽，趁热吃哈，谢谢。他是乾隆，满清皇朝最有权势的男人。他是魏璎珞，紫禁城里最卑微的宫女。一国之君为何会爱上卑微宫女？皇上这样不合规矩，朕怎么做都合规矩。魏璎珞又如何将乾隆耍得团团转？嫔妾就是这样的性子，这一生都改不了了。9月10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9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苏生一冠名播出。是包菜包，迄是小肉包；包土豆，迄是包菜头。你
要注意你说话的样子，不要让人有机会质疑你不像银行家。整个新加坡地区由你管，有什么好不能做主？是不是李浩在搞鬼？你约他出来，我们当面谈。史奈达以后的事情一定交在我的手上，荣航以后的事一定由你做主吗？我还是有点担心哎，你要不要早一点回去看看？少爷，这里出事了！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I appreciate that you're always supporting me。你什么时候变明年会说话1月说找补学特别折。真的假的？好，来换个几个 pose。这表示我是一个可以依靠、有肩膀的男人。这个是这边吗？哦，对啊，这边啊。不过屋主好像还没到哎。是啊。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履历报道。感谢欣喜道利基冠名播出。今生今世，谁是最爱？9月10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9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台视频道本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手拿粉扑与庞德进行 PK， 率先将粉抹到对方脸上的人即可过关。预备，师徒实战，来一抓出皮孔，来一抓出手抓，来一抓出手抓，我天哪！红哥，专场是演戏，不是玩游戏。感谢福尔尿酸机冠名播出。你敢不看过这么笑亏谁衣服？我来先啦，别，什么？我把你踹了了啊！古典文学作品，精彩武骨片，笑甲变过剧情。啊，你无片唱片啊？稳咯淡，啊，这个稳咯淡，当作我是破病哦。互恁无共款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每礼拜1到拜5暗时6点到8点，齐天大圣孙悟空。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有时候爱情越平凡越珍贵，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都是智者；可是，在自己的故事里，往往只是卤蛇。如果爱情留不住，至少也努力不让自己留下遗憾。一起努力吧，我的男孩。9月16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我的男孩》。他是乾隆，满清皇朝最有权势的男人。他是魏璎珞，紫禁城里最卑微的宫女。一国之君为何会爱上卑微宫女？皇上这样不合规矩，朕怎么做都合规矩。魏璎珞又如何将乾隆耍得团团转？嫔妾就是这样的性子，这一生都改不了了。9月10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9点，台视频道《延禧攻略》。感谢罗琳雅塑身衣冠名播出。在虾米的包？是包菜包，还是小肉包？包土豆，还是包菜头？你要注意你说话的样子，不要让人有机会质疑你不像银行家。
整个新加坡地区由你管，有什么好不能做主？是不是李浩在搞鬼？你约他出来，我们当面谈。史奈达以后的事情一定交在我的手上，荣煌以后的事一定由你做主吗？我还是有点担心哎，你要不要早一点回去看看？少爷，这里出事了！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胡椒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冲木匠兄妹骂你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I appreciate that you always supporting me。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会说话毕业说找补学特别久。真的假的？好，来换个几个 pose。这表示我是一个可以依靠、有肩膀的男人。这个是这边吗？哦，对啊，这边啊。不过屋主好像还没到哎。是啊。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感谢欣喜道利基冠名播出。今生今世，谁是最爱？9月1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插台欣赏，这是奥地利林厝办世界杯船锦标赛，其中爱尔兰的选手伫咧查某5人双桨比赛，搁一届摕到冠军。查某组8人孤桨爬船的比赛是纽西兰的选手摕到胜利。新闻上要插台做伙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重大新闻。他是乾隆，满清皇朝最有权势的男人。他是魏璎珞，紫禁城里最卑微的宫女。一国之君为何会爱上卑微宫女？皇上这样不合规矩。朕怎么做都合规矩。魏璎珞又如何将乾隆耍得团团转？嫔妾就是这样的性子，这一生都改不了了。